英國態度。主角出場，西班牙紅蝦，燒到隻蝦啱啱好熟，個幾鐘頭飛機，片醋 crawl 好似掃街咁，樣樣都食下。呢度係非常繁忙，擺咗個海味入口咁，好似一個有嘢食嘅蘭桂坊。唔淨係飲飲食食，每個國家嘅美食背後都蘊藏豐富嘅歷史智慧。首先我哋會嚟西班牙嘅南巴斯克，再去法國嘅北巴斯克，呢個橫跨兩個國家嘅 country， 一齊邊食邊講啦。Hola， 大家好，我係梁子玲，歡迎嚟到 San Sebastian. 我哋由倫敦 Stansted Airport 出發，飛去法國城市 Biarritz. 再坐車入西班牙嘅 Basque。到達咗法國機場，會搭一架車8號巴士出去一個火車站，搭火車去西班牙，1歐半，車飛就喺巴士站對面售票機，用信用卡就買咗啦。好得意啊啲燈！我哋要追火車啦，搭咗唔使10分鐘就嚟到火車站。頭先喺法國搭咗一架好靚嘅雙層火車，有 WiFi， 好寧靜，風景好靚，以為去咗沖繩，搭咗大概9個字嚟到法國同西班牙邊境 Hendaya 呢個站。一開車我哋就會入咗西班牙，第3程車啦已經，佢類似輕鐵喺路面上面，係我哋最後一班火車去到目的地San Sebastian。呢程車係2歐9一個人。到咗啦，行去住嘅地方，行18分鐘左右，開心。同西班牙其他地區唔同，南巴斯克有自己嘅自治政府，官方語言係巴斯克話，稅收由巴斯克政府徵收，再上繳部分俾馬德里中央政府。今日嘅早餐叫咗西班牙伊比利豬多士，蛋糕非常之吸引，好多曲奇、麵包、cinnamon roll， 充滿朱古力嘅牛角包，間餐廳都有無數嘅 Basque cheesecake， 但我仲未習慣朝早食甜嘢做早餐。西班牙黑毛豬熟成時間好長，佢係分黑、紅、綠、白4款等級，黑色就係最高級。意大利 Parma ham 係柔軟，哈芒咧就係比較硬身，金華火腿嘅香味，就好似喺上海街臘腸鋪嘅油花味。San Sebastian 嘅番茄好出名，切碎晒鋪咗喺多士上面 ，balance 翻上面個豬嘅乾，多士本身嘅芝麻作為完美嘅句號，完美演繹咗選料上乘，就算係簡單嘅材料都係一流嘅美食。後面嘅係聖 Vincent Church， 係16世紀初興建嘅純哥德式建築，亦係全城最古老嘅宗教建築物。咁啱嚟到呢幾日係西班牙好重要嘅電影節 SSIFF 國際電影節舉行嘅日子，最重要嘅獎項包括頒俾最佳電影嘅金貝殼獎同埋最佳導演嘅銀貝殼獎，而獎項個名就係嚟自我身後面嘅貝殼沙灘。
由舊城區一個轉彎位就嚟到被稱為西班牙12貴寶嘅貝殼沙灘。沙灘形狀好似成個貝殼咁，佢嘅水深極淺，所以潮漲潮退會影響沙灘嘅面積好多。啱啱上咗9號巴士出發去食晏，呢間餐廳係我特登 book 咗。坐巴士嘅話可以預先買定飛，上車嗰陣 validate， 又或者上車同司機買飛，不過就淨係收現金。搭咗20分鐘巴士，而家行緊去搭船長途跋涉去嘅餐廳。Google Map 係咪叫我哋行1公里啊？好似到咗搭船嘅地方，搭嗰隻船仔環到呢個水域，就去到對面間餐廳啦。唔知俾唔俾我哋上到啊？出發！落住大雨啊！而家去緊珍寶海鮮坊食海鮮咁啊！全程可能唔夠5分鐘，已經好似有少少暈船咯。2026新目標，去旅行唔使再煩換 SIM 卡，下載 Saily 就可以願望成真。只要 download 咗 Saily eSIM 應用程式，上機之前揀好 data plan， 一落機自動啟用，唔使再借 WiFi 蛋，唔使再買 SIM 卡，慳到時間，玩都玩得輕鬆啲。例如今次去咗西班牙加法國，揀咗歐洲 plan， 橫跨唔同國家都冇難度。Saily 有超過200個地區選擇，數據少至1 G， 多至無限。唔止上網咁簡單 ，Saily 仲有 VPN 功能，保護我成個 trip 嘅網絡安全，避開黑客攻擊、攔截廣告，保護個人資料。咁多功能，想一邊玩一邊 post 都易如反掌。Scan 你嘅 QR code 或者去我嘅獨家連結 saily.com/bpcooking 下載 Saily eSIM 應用程式，輸入埋我嘅獨家優惠字 bpcooking 就有85折優惠。喺Saily買數據之前，記得確保電話有 eSIM 功能，上網安心啲，自然玩得開心啲。2026旅行大計由 download Saily 開始啦！有個籠裝住咗好多龍蝦，浸咗喺下面嘅水度，好生猛，游得咁快。600 grams. All right. Okay. Take it, holding the legs so it doesn't. 有2款 True Lobster 就有2隻鉗，我哋食嗰款係 Spiny Lobster， 冇鉗嘅 ，body 嘅肉厚啲多啲，比較似香港食開嘅 lobster。準備放翻佢落海浸住佢。請我哋食嘅前菜，佢係西瓜汁加蘿蔔，甜甜地、酸酸地，好清新，花園街飲果汁咁樣。仲有黑白芝麻面同埋一啲 olive oil， 好 refreshing， 好好嘅 appetizer。叫咗6隻生蠔，蠔肉唔算大，雖然佢細細隻，但係好鮮味。嚟到啦！西班牙紅蝦，我想食呢個好耐㗎啦。生嘅時候已經係咁靚嘅紅色，好似我半個頭咁大。佢用咗 grill 嘅方法，一上台係好香好香。Carabinero 西班牙紅蝦喺伊比利半島南面盛產，棲息喺深海，因為唔容易捉到，所以非常之珍貴。佢燒到隻蝦啱啱好熟，好柔軟，唔會好實。佢漏咗好多蝦膏出嚟啊！通常拍住嘅時候緊張好多咧，會瀨氣啲。睇下啲蝦膏有冇淨係影響？好甜好甜，甜過我以前食過咁多嘅蝦。好大個頭，蝦膏係好濃郁，真係好香。遞俾你睇下，幾大條蝦肉，廚師嘅手勢非常之好，燒到佢係100分嘅熟度，唔會太生，好彈牙，啱啱
好大隻，好新鮮。因為我期待去食佢好耐咧，我對佢嘅期望好高㗎，佢冇令我失望，非常值得一試。紅蝦係今日嘅 special， 未必日日都有，今日食到非常開心。見到呢個酒樓檸檬水，就已經知道主角龍蝦就嚟出場，俾咗龍蝦嘅工具。主角出場，好聚手，個碟幾大，好香嘅蒜蓉牛油同埋龍蝦香味。蝦頭有非常之多嘅蝦膏 ，presentation 超級簡單，一條草都冇。而家我準備將成隻龍蝦嘅肉吉出嚟，好唔好啊？其實應該要用大嗰支叉，你唔用？咁樣啊，又係熟到好靚，啱好唔係透明。如果佢同頭先嘅西班牙紅蝦比賽，佢勝利。蝦嘅香味一重一重浪咁樣，再濃啲都仲得。肉太厚，好放鬆，唔會實咗。少少牛油加力，唔會好油。蝦膏好橙色，燒焦咗嗰個位硬身啲，冇燒焦嘅裡面啫喱咁樣，竟然入口即溶，一下就化開，非常非常之美味。Enjoying your Yes. cross to the other side. The next one, it will be in 1 minute. Thank you。咁我哋要快啦，翻去成巴船。今次唔使搭船，201準備現金唔收卡，咁似佢嘅。頭先唔理我嗰個人，係 2 please。我哋由住嗰度行咗10分鐘就嚟到山腳。烏古山位於舊城區嘅北面，三面環海。雖然高度唔算高，只有123米，但係可以見到成個貝殼灣。舊城區喺烏古山嘅山腳，中環交錯嘅街，古老嘅建築，好多酒吧餐廳，最重要係我哋偏嘈嘅戰場。Ponle panera con 2 cubiertos y el crepe es suyo. Tapas 係西班牙餐前小食，而 Pincho 就係西班牙北面小食嘅專稱。之所以叫 Pincho， 因為大部分都用一支 Pincho 籤吉住。食 Pincho 係巴斯克地區重要嘅社交活動，喺酒吧食下飲下，又轉場去下一間。拎出嚟嗰陣仲係熱辣辣。排得啱唔啱嘅咧？其實好唔容易先攝咗入嚟，現場一片混亂。喺度飲啦係咪？小心財物。排咗10分鐘左右，我趌高腳趌到我隻腳好痛。Hola, perdona. 2 chacolis, un frito y 3 de foie. Very well-known American actress, Rita Hayworth. She made a film called Hilda. She was here in San Sebastian and she loved it. Because of her, Yes. this is chili. Yeah. It's hot. And she's hot. Yeah. 好似掃街咁，樣樣都食下。第一站食咗最經典橄欖、辣椒仔同埋 anchovy， 好似喺香港掃街就要先試下咖喱魚蛋咁樣。上網睇話要成啖食晒，但係佢話唔使。Half is okay. anchovy 唔算好鹹，辣椒仔酸酸地、辣辣地，再有橄欖嘅香味，結合埋甜酸苦辣都有晒。係啊，好似咖喱。海膽 cream 拎出嚟嗰陣仲係熱辣辣，唔似有生食海膽嗰種味道，一啲都冇腥，唔係蝦味，唔係蟹味，獨一無二嘅海鮮味。佢入邊係非常非常多大粒嘅魚子，質地好似濃10倍嘅濃蝦湯。Mini burger
㗎，呢個要等一陣。拎上手嘅時候，佢個包好鬆軟，熱辣辣牛肉係由 T 骨扒切碎整出嚟嘅，好厚好厚，好粗粒，好柔軟 ，medium 嘅熟度，粉紅色，好香嘅牛肉味。雖然佢個名叫 mini burger， 但係佢嘅牛肉一啲都唔 mini， 4歐半一個，配埋薯條。一路食又可以有啲歷史建築見到，身後嘅就係聖瑪利亞教堂，喺舊城中心街嘅盡頭，係18世紀巴洛克式教堂。9點幾已經賣晒所有嘢食，剩翻 rib。一咬落去有一種金沙骨同叉燒嘅感覺，醬咧係甜甜地蘋果清新嘅感覺，有啲黑椒啊香料唔同嘅味道。外面係比較鹹，爭啲就過鹹，但係入邊肉仲係好 juicy， 調味做得好好，肉質好腍，甚至連豬軟骨都咬得開。燒完出嚟個外皮係已經有個 crust， 脆脆地焦香味，熱辣辣，佢一拎嚟嘅時候出晒煙，超級好味，唔怪得呢間餐廳咁高分。Risotto 白色，中間有啲綠色嘅油。雖然佢叫 risotto， 但我食嘅時候覺得佢係 osso 嘅 pasta， 唔係米，煙煙韌韌，口感好好。白色醬係一個芝士，好香濃嘅芝士味。聖泰爾莫博物館以前係修道院，而家變咗博物館，展出巴斯克嘅歷史、藝術同埋文化嘅展品。博物館嘅出邊有一啲好靚嘅餐廳，入到去好多人飲緊紅酒。第一杯沙達，我上網睇巴斯克地區盛產蘋果，好出名沙達，好 cloudy， 超級香嘅蘋果香味，完全無糖，遠遠冇平時飲嘅沙達咁甜。唔係因為我飲咗，拎嚟就係咁多。嚟到啦！喺餐牌有2款牛扒，一款叫做 Chuleta. 巴斯克地區非常出名，有骨厚切，嚟自老牛嘅牛扒，通常係2至3個人 share， 配沙達一齊食。我一個人食唔晒咁大份，就嗌咗細份啲冇骨，脂肪係金黃色，醬係芝士味加黑椒味嘅牛油，然後有啲粗鹽，配薯條加青椒仔。舊城區嘅市中心，呢度以前係鬥牛場，而家仲可以見到以前嘅座位 number 141、142、143，可以幻想下以前有鬥牛。Thank you。食完晚飯食甜品啊！2021年紐約時報將佢列為年度口味。係啊，2個，你食唔晒我都食到嘅，排到我哋啦。佢仲係餐廳嚟，入邊有好多張台，好多熟食，大家都滿載而歸。Hola, can I have one Lavinia cake？ 流心芝士蛋糕，呢度係非常繁忙。蛋糕未切之前，外面係好燶㗎，黑色咁樣，外皮係硬過入邊非常多，大苦苦地，外面實啲就似 New York cheesecake。入邊係流心，就似日本芝士蛋糕，非常之 creamy， 好似液體咁，有啲蛋黃味，好有芝士味。6蚊有2件，呢度1件，呢度1件。食物嘅影響力可以好大，就好似呢款芝士蛋糕，令世界更多人認識南巴斯克。呢款蛋糕喺英國超級市場都有得賣。餐廳唔
係淨係芝士蛋糕出名 ，anchovy cone 上網見到都係好出名。出邊係 cream cheese， 入邊係鹹嘅 anchovy， 明知佢係鹹，都係覺得佢會係甜，係好衝擊。銀魚非常之鹹，好軟熟，鹹味鮮味擺咗個海味入口咁。cheese 俾咗啲 texture， 好厚身，個 cone係好脆，好薄，好輕身，亦都唔會甜味，唔似雪糕平時個 cone， 只食足嗰啲脆片。終於試到啦，期待已久，係好好氣氛，企喺街度食都得，仲有 fresh air， 仲繼續食嗎？睇下咯，沿路睇睇，非常好氣氛，好似一個有嘢食嘅蘭桂坊咁樣。聖 Sebastian 有個魔力，突然間行咗間餐廳，俾佢吸咗嚟，啲人就係食緊個海膽湯，睇到好唔 OK 喎，好似唔吸引。有好多味㗎，芒果熱情果、朱古力 hazelnut mojito、vegan 嘅 chocolate， 有花生味喎。甜品係雪條，叫做花生味，可以揀白 chocolate， 全支都 dip 定係 dip 一半，可以揀 toppings， 揼咗啲 cookies 喺面，4歐4一支，硬過平時食雪條嘅質地，又有雪條嗰種輕身，花生味好特別，好濃，但 chocolate 唔係好甜，出邊係 biscuit， 再咬深啲流心喎，好似煉奶嘅感覺，冇煉奶咁甜，呢個配搭都幾正，組合得好好。雖然現場情況好混亂，但係我覺得嚟到巴斯克試下呢個 Pinto Crawl 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應該依度冇咩特別，合桃都係呢度成日食，飲酒合桃芝士加啲甜品，買支水翻去 sparkling 定唔 spark 好呢？飲法國水嗎？頭痛。住咗喺英國之後，好少機會夜媽媽仲喺條街度咁熱鬧。去旅行除咗飲飲食食，仲可以親身感受當地嘅文化、歷史、風土人情。下一集過埋法國嘅北巴斯克，睇下雖然都係巴斯克地區，但係嗰一邊嘅美食又有咩唔同呢？約定你哋下個禮拜見。想支持我哋嘅製作，歡迎加入成為會員，或者試下右下角嘅超級感謝功能，亦可以 share 俾多啲親戚朋友睇，同埋 follow 我嘅 Instagram。